今仔日半暝2:11的时阵，伫花莲万荣乡发生规模5.2的地震，了后更有5摆的地震尾。气象署是表示讲，这是今年以来第一个规模超过5的地震。接落来这几天，当地也真有可能会发生规模4以上的地震。透早2:11，真侪花莲的民众伫困梦中和手机的国家警报惊甲醒起来。花莲伫透早2:11先发生规模5.2的地震，深度5公里，上大震度伫咧花莲4级，全台湾拢感受会到。不到1分钟，佫发生规模4.9的地震，随佫连续发生4遍的地震。有啊，它不是会响吗？哦，你有收到地震简讯？对对。哦，所以有感觉到2次。2次对啊。哦，会不会害怕？有一点哦。我们说要不要逃下去？长期它受到板块的挤压，它会有能量啊，或者是一些应力的蓄积。那如果靠着这些比较频繁的地震啊，让它分几次的释放能量，其实对于这个地区也是比较好的现象。地震气部中心分析，当地伫咧板块交界所在，本来就是接发生地震的所在。2013年，当地也捌发生过6.4规模的地震。所以，伫3天内拢要注意，可能还会发生地震。另外，伫天气的部分，这礼拜温度回升明显，拜2到拜4，各地高温拢会到25度以上，中南部地区会到30度。1到拜5，微弱的东北季风影响，桃园以北又有南山啊雨。到后礼拜2开始，佫有一波方面会来。后礼拜3，过年前冷空气过来，有机会到大陆冷气团的顶级。到了6号、7号左右的时候，随着锋面通过，那后头的一个冷空气就会南下。那目前的强度的确预估是有机会来到冷气团的等级哦。气象署提醒大家，伫即马气象资料显示，过年前1天前后水气较侪，伫春节的前半段天气较冷，有无资料依然有无确定性，冷空气的强度也搁爱看。民众会当把握这礼拜温度回升，赶紧摒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